世界万行街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我即摆手头提毋是麦cụ，是番薯。我所在的位置也是咱桃园南崁上著名的步道五洲汤山。番薯甲五洲汤山山骹有一个铁壳仔厝，看起来你毋知影伊咧创啥，却是甲即个番薯推向着国际，而且会当出国比赛得冠军、摕金牌，而且7支酒7支拢得牌，一步一步打向世界。这是什么故事呢？咱斗阵来听番薯以及台湾农业的故事。小罗，是彭文哥好，究竟啊，这个见面究竟啊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眼界主持人黄平仁，今日来到这番薯景的所在，因这个看就知，做酒做酒是去做酒的，但是咱唔是干那讲酒啊呐，这一趟一趟内面，拢是讲到咱台湾农业的故事。是，那种台湾农产品，你这啥啊叫做恒气？啊，就番薯就变恒气出来啊。哦，就是大家都知。我一开始要做番薯酒，一开始就要做番薯酒就要做。番薯酒。咱有这种意识，通好做番薯酒。啊，这物件来讲是咱台湾最主要的农产品。较早来讲，咱顶一代嘛是叫饲起来啦。啊，这物件济，啊，你要安怎用这物件做酒？啊，在国际上看有机会无安尼？观众朋友吼，咱这集唔那是咧讲酒啊，咱主要是要甲大家讲，咱台湾的农业过去拢是生青果、蔬菜，要送去外国，要去出国比赛，要安怎？但是呢，拄着真侪的问题，糖啦，你要清洁啦，要种啥，要卫生食安。但是如果会当甲农产品放伫一罐内面，是，换一个方法，换一个方法，是，这就是咱新一代的这个番薯仔囝所想的。是，我甲你讲哦，伊是得金牌，来金牌摕出来看卖。你唱你的啊？这个，这个，哎呦，这是2021年的金牌。 2000嘿啊，2022年嘛有摕到金牌呢。嘿，哦，你对头甲咱讲起吼，初开始你得的是金牌。第一支是一支产品，就地瓜原酒吼，番薯的原酒安尼。番薯的原酒，嘿，哦，就是这支我嘛是我的第一支产品，嘛是我咧开发5年的产品。开发5年的产品。试验5年的产品，嘿。所以你失败了5年，才通我成功。无大概无失败5年啊，是试验5年啊。试验5年哦，才成功的吼。啊，这一次是踮咧倒位摕到金牌。这支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烈酒大师竞赛里面拿到银牌奖。哦，所以你去的时阵，你敢有信心？完全想讲去参加看卖安尼想。参加看卖，参加看卖了解经验安尼。是安怎想讲要来出国来比赛？因为酒坦白讲，在台湾算无好推广的物件啦。因为大家酒驾的问题，啊，过来是安怎讲？咱进口的物件嘛济嘛吼，啊，而且这做酒这产业嘛，算讲安尼来嘛，从为2002年开始开放，所以酒对于大家来讲算真陌生的物件。尤其咱台湾家己的酒，对。咱台湾人哦，定定吼，拢兴外乡，嗯，哦，咱感觉外国的月娘哦较油，啊，咱就要对家己有信心嘛，对无？这就有影吼，这番薯仔囝，所以呢，这个金牌的酒是倒一支？这届2022年，咱这届摕到金牌，佫无共哦。2022，咱这届用米去做的。用米落去做。日本时代，日本人留落来这种做酒的米，叫做吉野以后去做的蒸馏酒。吉野啦。对，吉野吉野。有西诺亚啦。哦，对。哦，这就是这。对。哦，这个叫做卤哈。卤型的卤。啊，人生就加一个卤型嘛。啊，做酒对我来讲嘛是个卤型。哦，你真够讲咧，人生敢一个卤型。本来就是卤型安尼对。尤其哦，你看，你一需要给咱介绍一下，这酒安怎？这种是什么酒？这种就是咱用较早阿嬷咧做酒、阿嬷咧结酒的方法，咱用糖甲水果安尼去做酒了吼。啊，我为着要我的番薯酒，我就安怎讲去化这个概念，我就甲番薯酒套咧内底，啊，甲酒精度甲有悬，啊有悬了，伊会就袂歹啊。一般咱家己结的酒来讲12度嘛，啊12度这种物件会歹，
啊，咱牙酒我17度就袂歹啊。这就是吼，古早味，佮用新的方法。对对对。这有淡薄仔亲像迄个加烈酒啊。对对，加烈酒来外国来讲，波特啦、雪莉啦，迄啊个马德拉就是安尼概念。哦，这就是大家都知哦。其实哦，咱台湾还佫有真侪机会，只要你取着方式，你就会当吼，出国比赛摕冠军啊，得金牌。爱，较认真做诶。就是这种勇敢试验的精神，和这个少年的酒厂，会当出国比赛得冠军、摕金牌，累积家己的实力。小罗头家除了唔认输、加创新的这个精神以外，伊所用的原料，也就是咱台湾在地家己出产的番薯，这嘛是伊会结出好酒、好落后的这个关键。小罗，是，这地是番薯啊。哦，这是什么品种？台龙57号，就是咱自早就开始用这个台龙57号。1955年开始就有的品种。哦，嘿，观众朋友你来看，嘿嘿，这粒有亲像台湾嘛？是。哦，真正，但是咱拍，啊，咱番薯若咧生长的过程中，有的会较大粒，无较细粒，啊无是会闭开。啊闭开这种物件，在市面上消费者无法接受。啊，其实这若摕来烘，无摕来煎，拢最好食的。啊，伊只要青，啊摕来加工来摕来食，拢无问题。所以这也对着农业也有一种意义哦。是。哦，这个叫做农业叫做价外品。对。哦，就是高模会。对。啊，像这种高模会，拄好互你来做结酒。对，因为咱做酒来讲，咱基本上物件爱卖歹，啊来做酒，若讲甲歹所在甲下掉就好。哦，所以现在先来清洗。对，那较早若无物件食的时代，这嘛是摕来食的啦。做番薯枪。对，拢是安尼物件啦。哦。啊，你若讲这山地话，遐农民甲甲蛋条无菜嘛，其实嘛是摕来食的啦。啊，你讲你找去到倒位来做找这个番薯？我找到有分林县的水拿乡。哦，水拿就是咱台湾第一乡啦。是，台湾第一乡，开台第一乡。开台第一乡哦。是。因遐的这个番薯是占台湾真多数哦。应该若讲台湾差不多即马有8700公顷咧种番薯吼，啊水拿乡占千几公頃。哇，千几公顷哦。占啥话？13%以上哦，13%以上哦。是。啊，因这个做这因以前就无讲想讲要来做酒吼。应该安尼讲啊，若讲较早100多年前是有人做酒啦，啊问题算讲国民政府来台湾了，啊民间袂当做酒嘛，啊番薯酒就无去啊安尼啦。哦，所以大家都迷迷糊糊，干那想讲要来外销，要来这番薯要外销，可能较困难。番薯安尼讲啊，算讲最好生长的物件啦。啊，你还要外销吼，这运输嘛一个麻烦，较早无啥物冷藏技术嘛吼，啊要外销就是足麻烦的啊。不如甲封存伫酒内面，对，变做咱台湾的风土。即个咱一直强调讲，你食到小罗引导的物件，你就是食到番薯，食到婚林，食到台湾，就台湾的味嘛。婚林水拿乡被讲作是咱台湾开台第一庄，也会使讲是咱台湾近代发展的重要的所在。人讲福地福人居，伊所出产的这个番薯嘛是全国有名，而且番薯甲咱台湾的外形伊佫真像。这水拿乡真正会当讲是咱台湾农业非常重要的所在。最主要番薯最主要现采收，不管大细条。瑕疵安怎，伊拢会用治。我讲这个对咱农民真正是足大的帮忙。因为较早有时种物件，有时拼伫园底无人要爱，就是无人要爱。佫会影响到咱后一季的种植，所以农民嘛足痛苦。像这画这较细条的，还是讲一寡这价外品较严重的，要安怎？人也唔爱，只有拼在园底，园底后一季种植，农民就佫头壳痛。这到时发芽，后一季切佫补袂起来。爱烂去，切就是会死去，这困扰。所以有伊小罗，伊做酒伊无分大细条，伊就最主要。价外品，咱唔免用水的，水的咱卖市面，价是较好的。这个价外品伊会当来做成酒，拢唔免去分万头，唔免烦恼大条细条的问题点，拢会当使用。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条门路就对啊。这个结酒。有啥物过程？你甲咱介绍一下。基本上结酒，因为番薯种物件吼，爱先发酵，所以你爱先吹熟，吹熟了去盘壳了去发酵，发酵了后，过来就爱蒸馏。这头一步就是先清洗，
爱清洗。一定要清洗。啊，阮是带皮去用的。哦，带皮就去捡。因为番薯本身皮是有芳气，而且番薯的皮是会食的。这就是美角哦，有皮，对，哦，特别才有这个气味。是。无唔对，我的确哦，甲这个番薯酒吼，唔哪甲这个迄个淀粉啊，对，啊，搁有这个芳气。是。啊，酒主要就是爱芳气嘛。对。酒主要就是爱芳。啉酒有芳气，唔才会啉了开，感觉迄心情较好安尼。啊，这个芳气有才是台湾的气味。是。哦，啊，咱的转盘啦看落去。是。哦，这水好啊。是。啊，等下要来吹。咱头仔讲着这个，咱今晚要上来倒位？来上来吹，上来吹。真香内底吹啊！来，咱头仔讲这个水拿，就水拿李志颖，对李志颖的番薯对。啊，你甲买？对。啊，伊就真欢喜啊！伊本来是爱拢爱拍落来，这本来拢拍掉，无是讲当饲料用掉尔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大家互相帮衬啦。就是。啊，因为伊通啊加赚偌济钱？伊即马算，我甲伊算起来，一年伊通加这结外片的收入了20万转。哦，是加20万。20到50万啦，看我甲采购采购啊，采买量来讲，开始20万嘛，啊到即马我的量嘛放大，啊嘛超50万去。起到50万去啊？已经物件加卖50万出来啊，互阮这50万是无的啦。但是伊的这个购物费唔拿加安尼。无足济，我食伊的量，食可能无一成。食无一成哦。所以呢，啊，佫真有这个潜力伫的。对，这个算我食会当利用的物件啦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我买嘛成本会当降低，啊，伊会当增加收入啦。这个人讲的双赢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，这内面是啥物物件咧吹？这内底就番薯。这内面就番薯。番薯，嘿。我知影你有一个特色，是，就是讲你无做温控的发家。这是吹番薯对，吹番薯是吹到温度100度以上的啦，对。你无咧做温控？对，发酵的时阵无做运动，对。发酵的时阵无咧做温控，对。是安怎发酵的时阵？人一般拢爱讲酒的品质爱一致，哦啊，逐批出来，啊，你调工的哦。我调工啊，而且我嘛试验5年，你了解讲，这有法度做一个稳定出来无？啊，你着讲你的比例啦吼，啊，你的时间你爱去控制，你才会当稳定嘛。比例是水的比例、番薯的比例、番薯的比例、白咖粉的比例，安尼去控制。啊，而且咱是做蒸馏酒嘛吼，啊，蒸馏酒主要是要有调酒精嘛，啊，酒精吹起来伊的稳定度有法度达成无安尼啊。这其实是真困难哦。其实爱试验尔，坦白讲无讲介困难。困难是讲爱经验，爱规则。所有的困难就是爱经验啦。这种想法吼，可比着这个法国人迄个车库酒厂的这个概念。对，是。你甲咱讲一下这车库酒厂的这个概念是啥物？啊，车库酒你就是，比如讲黄文哥你即马想要做酒啊，啊，咱就咱家己车库咧做试验嘛，啊，家厝内底若讲因外口来讲，通大的所在就车库嘛。啊，车库做一寡买一寡基本的试验设备，在试验做出酒来。啊，而且吼，每一摆做出来吼，拢可能无共。拢可能无共。啊，咱就要互稳定，这就是咱的目的。而且吼，逐年还佫有逐年的这个番薯的注意伫的。对。啊，以法国来讲，伊咱拄仔讲温控法国嘛对。法国来讲，伊做红酒足厉害，为啥伊厉害？伊温度低，啊，所以做的物件就变做免温控，啊，就安尼食出来种稳定的品质。啊，台湾人讲本身烧热嘛，啊，烧热的物件会变做酸嘛。啊，所以咱若要去无做温控，咱的物件就会转酸。啊，所以啊，温控来讲，一个问题，成本足重的。你的桶啊内底拢要做温控，你就要用电，啊，就节能这一部分就意义不大。所以吼，这少年人真有读壳，佮想着吼，节能减碳，减碳哦，啊，而且佮有咱台湾的风味，佮有逐年的风味，是用咱这环境做出来的物件啦。哦，这就真正咱头头开始就讲的，这叫做风土，对，这就叫做切化。古早人做酒就无咧温控的嘛，这一定的嘛，无电也有温控。哦，所以咱再刷落来，咱来看倒一个流程呢。是，咱即马要番薯吹熟了吼，啊，等下来看咱安怎盘壳。来看安怎盘壳。哦，这就是咱水过。对，水过。哦。啊，甲吹，啊，吹完了就要开始盘壳。啊，伊是像即摆来创？就番薯。这是吹好。吹好要开始安尼甲搅，啊，要搅迄白壳。哦，搅到安尼规个。搅到咱薯泥。哦，变成薯泥。变成脆啦。对。哦，番薯脆。哦，这个机器，你甲咱讲这个机器，这是啊，就较早听搅红土的，我叫伊改良规只用。我呀，搅红土的，规只改用白铁啊。所以你是家己去发想讲啊，这要安怎方便？自早开始你不是用这吧？唔是，我较早用手咧豆咧烂呢。啊，所以500斤烂完规工手嘛变个足粗用啊。
哦，所以因为无好用，所以你才家己去想讲看要安怎用。因为咱咧讲啊，咱若要生产物件，一定爱人工爱轻松啊，袂当互人忝，爱人做了有意义的代志才有效来。哦，所以才会找这种本来咧搅红土的。是，哦，这完全世界发明的哦。就咱就摕来利用运用安尼尔。这就是咱台湾精神啦。哦，每一个酒厂、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因地制宜的这个所在。哦，啊，这搅搅的了后，出来要创啥物代志？啊，就爱放白卡粉。哦，白卡粉。对，白卡粉来，但白卡粉就是啥物呢？咱国语讲的白曲。白克啊，啊白克啊白克粉啊，白卡粉啊。对。啊，互伊吼半克。对。算做互伊先半克。对。安怎是半克，啊，才来全克。对。啊，伊就会发酵嘛，啊发酵了会变酒。哦，咱就是爱先经过这个搅，先水，先吹，对，啊再来搅，啊这一摆会当做偌济？我这只搅，这只鸡仔菜能160 kg。160 kg 吼。啊，你哪会想？因为啊，你厝的你本来就是，我本来就机械相关的行头路，我咧做。所以才有通啊，这个设想讲啊，我就开起来用这个搅这个红土的这个。啊，机械就是要让人省事嘛，人轻松嘛，这才有意义嘛。哦，人工即摆来讲贵，啊，你若互人工做了伤忝，啊嘛做袂久啊。啊，伊这手头摕就是。啊，这个白壳。白壳吼。是，慢慢做。哦，这个白壳。对。啊，这盘条纹安尼，啊伊甲发壳安尼。啊是安怎咱讲，咱落来落半壳。啊，你内底本身番薯来讲，伊可能家己发壳无毋对，啊，毋过内底算讲杂菌侪嘛，啊伊发出来物也无一定稳定。啊，咱算讲咱甲置入一个稳定的一个微生物进去的吼，啊，就维持一个风味稳定的去安尼发酵这样。哦，咱甲观众朋友啊，小来介绍一下，半壳甲全壳是啥物定义？那是全壳的话，就是完全无掺这个白壳，还是讲？迄就自然发酵嘛，啊，自然发酵物件，以淀粉来讲，自然发酵是较袂稳定啊。哦。啊，水果就较有机会稳定安尼。哦，所以啊，大家要注意哦，半壳就是要掺落去，啊，若是全壳。就是完全无掺互伊自然的发酵。是，嘿，对。哦，这就是咱看的第3步。小罗，是。这会当接吼？你再看卖啊，嘿。这炒几度？这炒50几度，要60度遐。哦，这唔但是这个香味，这整个空气当中哦，拢是酒的香味。啊，而且还有甜甜的番薯味。是。哦。那你甲咱讲一下吼，这内面落出来这个水是安怎这作用？因为酒咧，安尼讲，咱发酵在加热的过程中，也变成蒸汽嘛。啊，蒸汽若讲冷热交换的情况下，会凝结成酒，啊，这就凝结出来酒。啊，水的目的就要甲冷却用的。啊，甲冷却。对。所以迄边是规桶敢若酒盘的。对。迄酒干。对，这就是酒。对，内底是发酵过的酒。就发加过啊。对。哇！但是这趟这个酒干，敢若真有来头哦。这我葡萄牙进口入来。葡萄牙。因为台湾做重的蒸馏器无法度做啦，因为咱有技术，咱嘛有原料，问题是咱基本上咱这做酒的工厂无遮侪间，所以无工厂愿意做啦，量无够啦。哦，所以哦，一个产业上重要的就是爱有量。对。啊，你若无量，经袂起来。经袂起来。对。啊，所以就爱储啥？出精滴，对。哦，有精滴，哦，这有影真正香，哦，啊，你甲咱讲吼，在咱整个这个蒸馏的过程当中，爱注意什么代志？或者是你失败过什么代志？你若讲像番薯，阮是规个安尼去煮去蒸馏时规个煮嘛吼，啊，若煮了无拄好会臭味大，而且我是用压缩咧煮的，我毋是像人用蒸汽咧煮的。啊，你若讲火无控制好，会臭味大。这嘛是一个特殊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你煮的过程爱拉。哎呦，产生对流了，才能解决。你超工用加湿落去煮，嘛是用这个古早法落去煮。用加湿来煮，伊的温度就比蒸汽较高较悬嘛。你用蒸汽超800度尔嘛，啊加湿来做，加湿本身400度起跳。哦，所以煮干会真棒的对吧？对，变讲卖回臭味，它会产生一点稍微的焦香味的概念。有影呢，对，就有小可咱咧叫做梅纳反应。对，哦，温度的关系。温度的关系哦，所以尤其用这个方式就去烧。对，用加速的烧。这下骹有有加速会安尼，加速会呢。对。啊，通常你安尼一个制程，差不多要偌久的时间？你若讲像这个蒸馏器是600粒嘛吼，
啊，600粒若为早起超8点半开始煮，到下晡4点半。哇8点钟，一工哦，就安尼1工去啊，一工就去啊所以。产量就袂大。其实咱老实讲吼，做这个小小的酒厂吼，主要意义吼，不是量的意义，对，哦，是说把这个台湾的风土扫掉，对品质较重要，品质较重要吼。啊，才有通呢，取着咱种地的台湾。就是。哦，啊，咱台湾就是旱季的所在，咱台湾的形体嘛算旱季，咱那咱台湾无旱季酒，啊，这物件就一直记条是来安尼。这支沉香酒，阮伫去年的旧金山得金牌。所以你这规旁拢是农产品呢。市面上足侪小型烟肠嘛，啊个高粱烟肠，个红酒烟肠。我想讲，我的地瓜酒甲灌到烟肠，敢会较可能？啊，就这个人把我试验讲，甲地瓜酒灌在烟肠内底，啊，就地瓜酒香肠，这5厘听个真古锥啊！观众朋友啊，咱整个看落来，制酒的制程当中，无一项是咧倒运气，每一步拢是科学、严格、甲经验的累积，才会当互咱眼前的这杯酒，这么纯甘香。啊，其实坦白讲吼，小罗哦，我熟悉伊真久啊。是，伊初初开始是一窍不通啊，我原底连酒拢袂晓啉的人。连都袂晓啉酒，啊，那想讲要来做酒哦，迄实在是你也戆胆呢。啊就头洗落无多。头洗落无法度吼。为2个玻璃仔开始啊。这个小罗的故事吼，咱全班慢慢啊讲互大家来听。是。小罗，是。这就是咱头仔自早开始讲。对。是。哦，他都喺头一味吼，做出来。是。甲这又佫无共款。是。所以酒是有生命的。就会一直变化，会一直变化。是，咱掠着这个人生的变化，甲这个酒的变化。是，我给你听一点。是是。啊，而且吼，是，咱拢所知影，头拄仔讲你本地是无啉酒。我本地就算袂晓啉酒的人，袂晓啉酒。嘿，但是你那样是去互石头坑落着啊？你是？啊，真正是感觉石头坑弄着，另外即摆嘛在怀疑我会啥会做酒。我知影讲你厝伫本地咧做迄个机械相关的，做什么？钣金机械就是铁帮加工的机械。铁帮的加工。嘿，阮为外国进口来台湾做买卖安尼，啊，佮维修安尼。啊，你厝的石头有，啊，你就接厝的石头就好啊。你也是真个小哦。真正是，啊，就原底阮爸嘛想讲，啊，就甲厝的工课做好，我的人生嘛想讲，啊，倒乖乖倒来甲厝的工课做好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就一个想法，我想讲要来做酒一条路。啊，尤其你搁去日本，处理搁送你去日本去读这，你高中读几档？5档。5档去吼，我就是真正真正当专科咧读啊，读啊爱拍就对啊啦。啊，去到日本去读第一期大学。是。在迄阵时，你甲我讲是，你迄阵时就想着讲要来做番薯酒。我是读第一期大学了，啊，阮爸叫我去兵遐上班，啊，上班的时阵，头家就摕日本的番薯酒互我啉。啊，迄当时啉着嘛无啥物想法，就知影讲啊，迄酒袂歹，闻起来真芳，啊，啉起来佫甜甜，对我袂晓啉酒来讲，算真紧接受的物件啦。啊，迄就留着印象。啊，当时啉着一个想法讲，啊，咱台湾就是旱季的所在，咱台湾的形体嘛算旱季，啊，那咱台湾无旱季酒，啊，这物件就一直记伫心内安尼。啊，问题嘛无想讲要做啦。迄阵时还佫无想要做。无想要做，迄20年前的代志。啊，是啥物源头，互你想讲啊，要来做酒？差不多10年前啊，11年前左右啦。我坦白讲，我自细就是算讲爸母甲我照顾成长大汉的吼。啊，我某种程度来讲，我就是妈宝啦。啊，就老爸老母叫我做啥，我拢做啥。就是爱算尔啦。嘿，啊，所以厝诶嘛，叫我算讲真好，伫学生内底做我真快乐的人啦。哈。啊，11年前，阮老爸老母发生车祸。哎呦。嘿，啊，阮妈就带咧教病行，算讲带真久。啊，伊当时向一个想法来讲。啊，家庭是遮脆弱的物件，就甲你一张刀啊，你咧食饭的刀啊共款。你咧即摆食一碗面足好食的时阵，人来甲你一支骹抽掉，你安怎？迄碗面就无去啊。啊，迄种艰苦你就知影讲，家庭足脆弱的，啊，啥物物件会长久？人生来讲是无可能长久的啦，只有可能留一个物件后代甲你记起来可能的啦。我就突然间，这个天鹅真深呢吼。足深的，迄当时感觉足脆弱的人生，行一个算跋一个坎内底的感觉。你也想讲处理家底也袂歹，啊有咧石头有咧做，啊爸爸也做了成功，是，但是突然间一个大车祸，对，啊就变个感觉家庭是足脆弱。哎呀，但是
就算讲是安尼，嘛袂去踅来讲要来做酒啊。啊，伊当时就想讲，酒是千百年以来的产品啦，吼，这个物件千百年以来就有啊，对汉武帝时代烟酒专卖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表示迄当时就有酒啊。啊，你看熬酒嘛是葡萄酒，在罗马时代就有了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要知影讲酒这物件是长久的物件，啊，只不过是一直变尔嘛。啊，我想讲无来做酒做看卖啊，啊，就伊两个玻璃仔买落就开始啊，两个玻璃仔买了，就开始啊。你也无想诚多人呢。无想遮济咯，想讲好耍嘛，你甲灶骹内底工课共款啊，啊来做看卖啊，甲吹时安尼搅搅的看能变啥，安尼想法。所以咱一开始就讲，讲你无一定要真厉害才开始，但是你一开始就会真厉害，敢是安尼？毋是，我一开始嘛是毋知，啊就变做讲一开始门口会当做书记的人讲要你会当follow啊，知影安怎做无？啊，坦白讲，人嘛是感觉伊迄是个秘密嘛，啊就袂甲你教，啊我就无安尼，我想啊你就有法度做，我若袂做。我来上网，迄当时用雅虎同齐嘛，我上雅虎去查，啊查我知影大概酒的原理我知影。我虽然讲较早是无爱读册本地原理，我嘛是听有一寡啦。查网咯，就去开始做，啊就开始去买一寡器材，安尼就开始啊。我头早啉到这个吼，尤其咱头早拄啊接来，迄酒体吼是真白，啉落去敢若圆滚滚。是，但是这经过了制定，完整的制定了后。这真顺啊！是，尤其啊，这配着这个外国的 cheese， 对，你敢有配过？我来食看卖好。啊，你家己买试看卖啊！尤其咱配着这个古早式的这菜脯饼，我甲你讲，这我发明的，你试看卖哦。你到落去食，啊，再来就这，哦，真正就好食。唔捌想过，唔捌想过，唔捌想过。我甲你讲，啉酒的吼，要安怎配酒，你就来问我。拢会想空想，想嘛，甲你共款。是，吼，啊，你甲人讲吼，像这种有色地的，是，啊，甲这个无色地的，这是啥物差别？安尼讲啦，若要开酒这个时阵，总有一种浪漫嘛。啊，酒体就是有橡木桶啊、水的蒸馏器种感觉。我当时嘛唔知影讲橡木桶的意义在倒，我就来买几粒来试看卖啊。啊，放落了知影，我的酒会变性的。啊，家己了解原理就敢若浸药酒共款，咱个玻璃盒内底放一寡茶嘛，对无？药酒就茶嘛。啊，放久了就变性嘛。我想啊，我即马这药头放在外口共款，爱浸出来变性啊。啊，知影原来威士忌甲白兰地是安尼来的。所以哦，世间事哦，事事行行吼，看起来敢若无牵连。是。其实生活当中有一寡经验，是累积起来，是，才变做你会当做这事业。继续真正的这个动力，啊，就哪试验哪想啊，安那去了解原理安尼啊。所以你也开始有咧做用番薯酒，就去浸其他的物件嘛。对，我有用番薯酒，比如讲用番薯酒做到我的基础酒咧用，加水果酒加热，啊嘛有用番薯酒来浸一寡像枇杷子的物件，啊来提炼伊的风味安尼。咁直接有拢有，是。马上来看。是，来看。这啥物叫做定杯？迄是一间甜香公司吼，啊伊摕甜香互阮缀开发产品，啊这是伊蒸馏原料的酒味。哦，甜香啊，咱来浸酒，迄味真厉害。啊，这支甜香酒，阮伫去年的旧金山摕金牌。所以你这规旁拢是农产品呢？拢是农产品。这内面是啥？柑仔。这柑仔？草山的柑仔。草山的柑仔。是。我后面佫看到这个青冠啊。对。这青冠是这青冠1号。青冠1号的配方无，阮台蒸馏料，摕做类似清酒的概念。哦，所以咱规排开也有蚵啊，蚵啊，嘿，蚵啊，啊这个，秘鲁秘鲁摕百香果的秘鲁摕蒸馏安尼。哦，啊你唔领敢若迄个新农司的，啊就足爱吃的，足爱吃的啊，所以你唔是新农司，你是足爱吃的。对，足爱吃。咱来看吼，是，这还佫有其他。这梅啊，梅啊。啊，这枇杷子就是这哦，枇杷子就是这对嘿。哦，这枇杷子吼。对。啊，刷来这。啊，这红肉粒。红肉粒。下开水蜜桃。哦，水蜜桃。嘿。哦，这水蜜桃。这火龙果嘛有。火龙果。火龙果。那听试看。规个红红乌乌安尼吼。是。啊，像这旺来就基本的吼。旺来基本梅啊。嘿。哇。弄来试看卖，啊，像这来啉看卖一杯阮旺来。往内面，我足甜的吼，这真迄个焦糖味吼。
哦，这拿来做这个餐后酒，是，哦，这真赞的，这要40度。真好的餐后酒呢吼。你现在想讲要来进这下农产品啊呢？一开始的想法是安尼啦，咱外国的威士忌有吼，有啥物葡萄糖、雪莉糖安尼对无？啊，我想讲，无我来做一寡台湾的水果来结做酒，啊来饲我的橡木桶。啊，饲的时阵，啊我一开始咧脸书顶完贴文，然后讲啊，你哪有法度做这个代志？无我一寡水果你帮我饲。为一开始我甲几买，超100外斤安尼开始，啊叫有人送来先规档，啊规档这个酒我要规档，规档我母到尾也有葡萄我收到30-40档啊。啊，这个物件爱总袂当摕来浸汤啊尔。你也爱算的对，吼。啊就变做爱变产品啊嘛。这有影新东西变做什么东西？是，啊所以变做讲，我搁加一条线出来，我台湾的水果，这个结外品嘛，摕来做酒的可能啊。哦，是一寡高保费，对对农民来讲嘛有意义哦。有的伊原底这物件是袂当去市场，市场就行情拍歹嘛。我甲买袂要紧啊，啊买来就做酒嘛。这外国人叫做利口酒。是。哦，啊，但是其实咱这个古早嘛有安尼。对，应该是讲酒精蒸馏这酒精是后壁出来的技术，要有金属加工技术，才有法度做蒸馏酒嘛。是。啊，变做讲咱甲西方的想法，啊融合咱台湾人制酒的技术，对不对？咱台湾人古早这个制酒，你甲观众朋友先来说明一下。咱较早安尼讲啊，阿嬷来讲安怎做酒，观众朋友应该可能了解讲，阿嬷就是种出来的水果，无法度卖掉，无法度食完物件，就摕来用利刷对无吼？安尼甲结酒结完了，啊甜安尼口味佫袂歹，啊算讲啉起来大家嘛真爱啉。利刷，你甲咱观众朋友介绍，什么叫利刷？啊，就用甘蔗去做出来的糖嘛，啊无去佫进化过，啊就安尼带一寡棕色的糖安尼啦。就是粗糖落去生啦。对，啊，这安尼做出来酒是好啉的。啊，有一个歹处就是讲，伊袂当藏久啦。啊，你若要做产品，希望爱藏久嘛。啊，藏久我偷的番薯酒，互伊酒精度有悬，啊，会当藏久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那是你家己的生产事业加了一条线。对。啊，而且佫有传承。对。吼，而且佫对着这农民是。有帮衬，是，哦，啊，农民嘛感觉讲，我这拍落来高保费，啊有地销，对，哦，啊，台湾的这农业真正会得到这个多元性，对，啊，这做出来产品佫能藏久，啊，豆豆卖嘛袂讲影响伊的收入的问题。哦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啊，农产品唔那是青果，哦，无你定定咧看到这个新闻讲，啊，今年生产过多，啊无地销，啊，都要去化，气化，就是这个什么拢饲的气化。啊，所以我咧试验，我有一个想法咯。咱咧讲啊，像有的水果是头几年就要放一届，金蕉就足明显的，3-5年就一定要放一届。风台若无来，今年的金蕉就继续放落来啊。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啊，等到大家问题发生的时阵，大家咧讨论讲要安怎做，我不如先来研究看卖，了解这要安怎做。等到若问题发生的时阵，我就有实验过的物件，现在甲做落来。你就他马上接。对，我马上接，我来，我唔是，我当然无希望帮忙。问题我先爱准备好方法，莫等到代志发生，才来找方法，找无法啦。所以咱就对着你完全唔捌做酒，啊，甲做酒的这个中间当中，嘛真侪贵人，嘛有真侪记者先生小姐来甲你介绍，来甲你建议，啊，你才会知影摸出一条路出来吼。我坦白讲，我的出发点就是我想要做，我想要甲我的产品变化者。啊，就是甲伊只买只叫外品有一个好处，我可能咱买较俗。啊，问题记者媒体来采访，伊咧边仔甲我观察讲，啊，你其实做这个代志是这重要有意义的。我才知讲，原来我做的代志是有意义的。哦，小罗就是咧讲高情玉小姐啦。是，啊，伊就是好时好物的创办人啦。哦，所以伊若对着这农业也熟悉，啊，因为你酒来结成好朋友，啊，才有通来看到遮侪物件。是，啊，咱他下骹佫看佫有来啊。来啊，迄雷山来啊。雷刷来啊！啊边啊这葡萄，啊迄绿地球葡萄啦，这嘛是台湾台湾即马咧培养的品种啦，啊人就摕我好试验啦。哦，地球种的，对，啊本地是阿美利加的啦。对，啊台湾即马雷山遐嘛有种啦，啊咱摕来做看卖安尼。哦，so，啊这边啊这啥？这柑仔皮，啊柑仔皮我做柑仔酒嘛，啊柑仔皮总袂当偏咧。我若讲有机的柑仔有吼，伊的皮是会安尼讲是放喺嘴无问题。啊所以我用这个浸我含基酒甲萃取的风味啦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一个足特殊的油柑。油柑？对，油柑咱一般咧市面上是无看过的物件。是。啊，伊这是算讲一种养生食品、养生水果。啊，咱伊这物件算讲咸嘛，啊，佮苦嘛，啊，就无人食。啊，毋过若讲对健康来讲足好诶。啊，我就提讲，无这来用咱来浸酒看卖，看有机会无啊？
哦，你个人介绍这边啊，这巴拉酒，巴拉嘛咧试验嘛，嘿，巴拉还搁咧试验，所以你这规旁规排有诶已经成熟诶这个产品，有诶还搁咧试验。对，啊，这内底水果加起来30种有啦。30种。讲台湾的，我一定爱做台湾的物件尔。哇，这就是咱节目一开始就不断的强调讲吼，咱唔是咧做酒的介绍而已，咱咧甲大家讲吼，整个咱台湾的农业的气象，要安怎行，台湾的农产品才有出路。是，吼，爱安怎加工的问题啦。爱安怎加工，吼，唔那是干那拍做干，对，吼，那唔那是生食，对，唔那是干那用青果落去外销，对，啊，佫有卖记的。哦，唔通袂记的，啊，佫有像即个新农师，吼，新农师，哦，啥物拢是，吼，看来是，啥物拢试看卖啊，这一次吼变做是一个专家。唔敢，咱就是认真做就好啊。嘿，哦，咱今仔经感谢吼小罗头家来甲咱介绍规盘对着即个番薯酒，啊，甲水果，啊，对着农业之间的即个关系，是，哦，也是感谢。谢谢彭文哥。台湾新生界，小罗头家本对是工厂的二代，经过着家庭的变故，开始来找找属于家己的路，一路打拼，将伊行到今仔日这个卡头啊。安尼的人生转变，不得讲是充满着意外。这个番薯酒本对是伊家己靠着兴趣来结出。但是要卖到市场顶头，甲市面上已经成熟的品牌的酒品来竞争，这就唔是这么简单的代志咯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除了你的老师是网络，对，啊，还有其他什么人来给你帮衬，尤其咱都所知啊，咱现在咱问这题啦，就是讲，第一，事业要开始的时阵，一定要有贵人相助，是一定要。第二就是要有意见加入，对，你才会愈来愈成长。是，我这过程中安尼讲，我一开始我摕到酒牌了后，迄天我醒啊，迄天就醒。我醒啊，我一个向想着我酒会袂响，我卖无路啊。我讲真，我袂晓啉酒，我嘛袂晓买酒的人，所以我毋知消费者是安怎咧买酒的。我感觉种可能我看品牌咧卖尔。啊，我就找无路的时阵，啊就介要过年遐左右，我就知影婚林有一个社团，叫做虎之选，啊伊专门咧介绍好酒互人，我唔捌伊，我就甲讲，我有法度甲你熟悉一下无？啊，伊就甲我见面啊，啊，我摕我的酒互伊啉，啊，伊啉着伊讲，啊，这酒敢你做的？啊，你有乱掺物件无？我就足诚恳来讲，我无掺，我阁有送检验啥？啊，伊讲无，我歹啉看卖啊，啊，伊就算讲伊咧社团就曝光安尼，第一届伊就马上杀出去300几支啊，经过伊的鉴定了，300几就卖出去啊。哦，是，你讲是胡歌嘛？胡歌对，黄敏公先生。对哦，黄敏公先生。对，伊第一届就帮我杀300几支，啊，伊届有足欢喜，我想讲安尼300几支，我即支酒透动啊。啊，结果伊嘛甲我讲，歹势，就干那一届尔，伊是咧介绍好物件，毋是咧替人卖酒。伫阮即个领域内底，吼，即地瓜酒，我感觉讲我有机会甲伊杀入来，阮即个领域去甲做行销，所以我第一遍哦，二话不说，我就甲处理几百罐的地瓜酒。然后，当然，物件咱行销去甲消费者，咱嘛要去了解消费者他们的饮酒习惯，然后他们的最主要是他们后面他们喝起来的口感，还有他们评价好不好，一致得到赞赏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他这个地瓜酒在台湾是可以的。所以慢慢啊，我就甲小罗技能，吼，我就。一寡较好的朋友，吼，一寡比较上台面的威士忌达人，我就讲你要去甲拜访，吼，还有各家的特定的比较大型的烟酒专卖店的，你要去甲拜访，吼，然后增加伊迄个进货的效能，啊，伊就安尼一几档安尼倒做起来，倒做，然后互这个恒气地瓜酒。让台湾看得到，所以我嘛做欣赏伊的。哎，对。啊，刷落来，啊，刷来嘛是会行到困了，我就参加酒店，啊就安尼在行嘛，啊问题嘛是会拄到问题啊。我尾也知影讲台湾人有一个啉威士忌足厉害的老师，叫做林一峰先生，哦，啊伊啉威，伊算讲摕了国外很多那种就是品酒师的头衔跟评审的资格的人，啊我就毛遂自荐的，我拜访伊讲，我甲林老师讲，我做一支足奇怪的酒。
四不像的酒，因为番薯酒迄当时嘛无人咧啉的物件，我四不像的酒，有法度甲你，互你了解看卖。伊讲无你来甲我了解看卖袂要紧。啊，啉到了，我讲我为啥要做这个代志了？医生讲甲我肯定啊，伊讲无安尼你嘛真好打呢吼。我嘛足敢的，我坦白讲，我是讲无路总是爱试啊啦。林美芳先生算是咱台湾威士忌的至尊呢。对，哦，我嘛足毋知介绍白白这个番薯酒去找伊。对，啊伊就啉威士忌啊，我听讲番薯酒这伊嘛足好奇，这是啥？头脑嘛真开通哦。对，伊算讲会当接受各方面的想法的人啦。哦，我因为熟悉伊了，啊伊讲我嘛无咧专门咧卖酒的代志啊，啊无安尼我介绍我一个朋友，互你熟悉，叫做陈真浩老师，啊伊是专门咧推广跟讲品酒课的人啦，啊伊就邀请讲无你来参加看我的品酒会无？啊我第一届参加，就讲安尼我对你嘛有熟悉啊，无我帮你办一场好无？我第一场的品酒会就我办的啊，哦，为安尼开始的，知名度才拍去。豆互人知影，啊我嘛清楚知影讲，这种知名度有限，因为拢是算同温层，小众同温层的人啊吼。我就想讲，无来参加酒店市集，安尼豆去互看到嘛是机会安尼啦。所以吼，你对做香酒开始暖，对，吼，啊找着贵人，是但是终归你这个厂的规模是算作小的，是，你这小的酒厂啊，你家己到目前你的体会，伊的优点，啊，甲伊的这个歹处是啥物？优点就是讲，因为阮细间，所以阮咱观察讲市场即马流行啥，无讲啥物口味大家介意，啊，阮会变巧就紧，所以人咧讲啥要做，阮无遮济层把关、层决策的问题嘛。我们要生产啥就紧，甲试看卖，安尼就有一个机会，变成开发产品足紧的。啊，歹处就是讲阮人员少，啊，所以阮要摊出就慢，差安尼啊。到目前为止，恁几个员工伫？我若讲2022年进前吼，我是2个人尔，啊，就2个人，一个人安尼伫遐帮我生产，帮我包装，迄个人嘛算真辛苦啦，包装生产啥拢爱做，啊，我就去外口熟悉人，啊去参加展览安尼啦。啊，2022年了，我有在旧金山有摕过一寡算讲一寡牌嘛吼。靠对啊，嘿，啊，较有一寡机会啊啦，啊，就安尼大家看看，阮的产量就大家有起来，销量嘛变大安尼，啊变大了，我就搁请一寡新的员工入来安尼啦。啊，到目前是几个？阮即摆6个人，啊，拢少年人。拢少年人，阮同少年23岁尔。哇！为大学毕业，伊就对这物件有兴趣，就来阮遮做事安尼。所以吼，酒有当然是爱比老，但是酒厂啊，甲你的些生理，咱新的性命，少年的性命，对，啊来投入。对，啊嘛希望讲有一寡新同事的想法，会当互这厂厂发展更有可能安尼。安尼才会活啦。对，可以来，就安尼讲嘛，伊来试口味看，伊这年岁人会下袂下嘛。是，来，讲起来。对，我相信拿枇杷做酒，可能在以成品来说，有发售的成品来说，可能我们是在国际上来是，属于就是第一个、第二个这样。但是在台湾本地拿枇杷籽来做酒，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。我们也是跟水果小农交流，大家分享。其实这个做酒的方式，这支酒是小农分享给我们的。其实以前，台湾烟酒是有在做这样的事情，这是政府在做的事情，但是早些年就突然就停止了。伊甲阮这威士忌的迄个一寡入桶的工艺，直接就放到地瓜酒。伊有红酒汤，有迄种鱼白汤，有梅仔汤。哦，伊做一种汤啊，甲一寡水果、用过汤啊，下落地瓜酒，甲阮的威士忌下落橡木桶是同款的，所以伊做起来迄个风味，大家都足介意。所以我感觉小罗伊的迄个思维吼，互咱感觉讲，伊咧做酒吼，互咱大家做欣赏。你还阁有创啥物其他对酒所延伸出来物件无？我一开始做出我家己番薯酒的时候，我想讲，我知影着这物件应该是无好卖，因为这种市场还未开。啊嘛有看到讲，啊无有市场的物件，咱来做就是机会同大的可能。啊，所以你若要互人知影番薯酒这物件，就叫做地瓜酒嘛。啊，一开始甲人讲的时阵，拢足侪人好奇讲啊，地瓜可以做酒。啊，地瓜酒喝多会不会放屁？这种话都出来。对，这种种种的可能都因为消费者无人办哈。对。所以其实台湾
啉酒这种文化变做是敢若讲，洋酒，对啊，无你食米露，对安尼尔。对。啊，所以你若讲即支酒要互会啉的，无是讲人会接受，你也先知影。伊若毋知伊袂起来啉的嘛。啊，所以有当时我想讲无来看卖，做啊食品内底有可能无？啊，食品我看市面上足侪小型烟肠嘛，啊个高粱烟肠、个红酒烟肠。我想讲我的地瓜酒甲灌到烟肠，敢会较有可能？啊，就即个人把试验讲，甲地瓜酒灌在烟肠内底，啊，就地瓜酒香肠这5厘遐个真古水啊。嘿，哦这个味感介硬的物件，啊，就安尼气味阁袂歹，接受度阁真悬。今仔有准备无？有，今日有准备。嘿嘿嘿，你就知我，嘿嘿。我就因为用这个地瓜酒香肠哦，我在2018年参加南港国际酒展的时候，我靠卖香肠把我摊位养活了。颠倒是这个烟肠开始，对，烟肠开始，啊，甚至你的整个酒厂的带路街啊。对，是我应该是我的一个很有力的行销利器啦。哦嘿，所以那是酒，对做制酒以外，啊咧行销的概念。对，讲到这个行销的概念吼。是。咱台湾酒甲即个外国酒，你即摆接触的即个消费者，是，因即摆即个观念敢有小可改变？那在改变啦，因为咱安尼讲，咱去国外看，咱去到当地是要啉啥酒，一定是啉当地酒啦。啊，咱若要外国送礼，咱要送礼，一定要送咱当地的酒。所以，照讲地方应该是要啉家己的酒，无是讲偶尔喝一下国外的酒的事情啦。啊，所以种物件要安尼推广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可能的机会啦。哦，自我所知吼，以早是即个日本时代是进前吼，台湾酒厂是真济，对，啊，对了日本开始专卖了，对，台湾这是戒酒的这个文化，才变做缩小去，对，无去。是啊，除了开放以后，是，才开始有大家哦，才有开始咧做，就各家出现的可能嘛。因为2002年你要政府要开放民间制酒啦，啊，民间制酒，我当初嘛看到这机会，我想讲啊，这酒已经千百年啊。我若有机会紧踏入来，我若做了物件会当，我就有一个山头通徛啦。哦，所以咱即马赶紧来找你的带路街，是，来食看卖番薯。番薯酒烟肠。是，小罗，你甲咱介绍。是。这烟肠4种口味。对。啊，才有原味，阮一开始第一季的产品的原味香肠，啊，尾还佫加开发一个叫做辣味香肠，啊，过来就是阮有松露风味的香肠，啊，过来香菜，安尼4种物件是嘛。你做到遮侪项是足有信心的哦。应该讲原味是阮袂同好的，啊，问题阮嘛希望讲阮的物件有变化，莫互消费者大家拢食一个口味的感觉，啊，所以啊，做各种可能，互大家知道，我们求新求变的可能。哦，你哪讲我真正都袂晓。哦，这番薯酒的味有出来。对，啊，烘过了其实是无酒精啊，纯酒香尔，所以这连小朋友都会能食。你甲咱讲，你是展厂的当中，安怎受到欢迎啊？要互你信心。安尼讲啊，一开始就是为着要推广酒，好像知影地瓜酒这3字，啊，所以我做一个地瓜酒香肠。啊，你若讲你要卖，变做人爱食嘛，啊，你就爱安怎去速度的问题，因为酒店来讲人足济，啊，你也烘会赴，啊，所以我就想一个设备，我烘到通关的记录吼，一天卖2700条，8点钟卖2700条。哇！比酒搁较好卖。讲真，人拢叫我改道啊，人拢叫我改道卖烟肠好啊。虽然讲这是带路街哦，是我的带路街无毋对。哦，这原味有影，这番薯酒的味，酒香。哎，佫食小可甜甜安尼，佫袂讲介甜。另外这个是辣味，咸的吼。对。我佫食一个。你食看卖辣味。哦，麻呢？有加一点那个麻，对，花椒有成分有。哦，你这是刚食料呢？对，啊，这肉拢食着肉角的哦，唔是讲脆肉去做嘛，唔是讲杂肉去做。所以这段阮就无咧计较成本，阮就是希望做同好的物件出来。因为这是阮的行销的物件，一个武器啦。啊，刷来这是，这是松露的，啊，这香菜口味。我吼做节目吼，一定要逐项都爱甲你试下啦，毋是我爱食，我知。朋友毋是我爱食，啊，咱嘛毋是讲吼，小罗头家啊，要来甲咱推销，咱是咧讲吼，其实咱酒
甲农产品之间，其实还佫有真侪可能性。哦，哦，松露的，truffle，对，哦，这结合真赞吼。台湾的，甲西洋的，是，哦，啊，甲这酒芳，是。啊，这支卖得袂歹，不过伊单价较悬一寡，歹势。哦，我感觉这表现真好。是。哦，这是真正表现真好。啊，香菜你搁食看卖？盐水的，盐水的对。哪会想讲你参这盐水的？啊，盐水我想就是市面上来讲，一半的人食盐水，一半的人讨厌盐水嘛。啊，我只要这物件出来，绝对是话题。嘿嘿嘿，嘿，有人讨厌就有人介意。所以观众朋友唔通因为我食盐水盐泉来甲我讨厌哦，我是不得已的吼。虽然我真爱食盐水。哎呦，我突然一个 idea，咱都知影盐水籽，对，盐水籽一定活活的，有这个甘仔味，对，卖当搁试啊，搁试看。这所以一直咧发展有可能。烟肠这物件嘛是其实会当国际化的物件。对啊，像那德国烟泉，对，哦，咱大家食啊安尼，早餐店安尼拢是烟泉，是，对不对？咱哪会袂当有台湾的烟泉？对，哦，尤其是番薯酒的烟泉。是，哦，哦，我期待下一厝来的时阵，还佫有这个盐水籽的烟泉。我来开我看卖啊。哦，啊，唔通烟泉咯。我知我知。哦，啊，赶紧唔通烟泉咯。是。哦，啊，才有烟泉通好食。是。哦。旱钱唔惊落土烂，只愿积蓄代代传。小罗头家双手落去烂出了一片天地。台湾的农业甲酒发生了关系，小罗头家按算要甲酒厂扩大，而且会当降低成本，必须每一个人都有当领受经验到台湾的风土、台湾的滋味。这个番薯味，就是你我会当来体会多元的台湾农业以及台湾的文化。